扶梯，或者您要买票乘坐扶梯，请坐在平行巴士与扶梯上的乘客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少咗人住。你會同我講就係咁大個範圍，所以嗰啲相係呃人嘅。喺嗰度睇啊！唔係，你講啊，一邊係中國，一邊係越南嘅，你知冇？係咪你？仲有另外一個喎？或者啊？我找他开会，我是又不要了。我往这踩正好一点，那唔使，不過嗰一計我哋係剛剛好啲。你哋行先啊，係啦嘛。我唔使兩買又割到你哋好多好煙喎。能吃啊？我吃了，我吃了。要吧？坐，继续坐。来，你们开关让一下好吗？来，抬过来。他看了这个比较
我的。